法國戰機裏邊可與奧昂型並駕齊驅嘅係多索不勒大西洋2號。美國嘅戰機係依民航機嘅架構作模樣，但係大西洋2號呢就依特定嘅指示而設計嘅。機艙設計非常之正統，主要為3個機員帶嚟舒適嘅工作環境，18小時嘅連續執行巡邏任務。大西洋號嘅重心部分係戰略性嘅裝備。佢控制艙裏邊嘅6個戰略控制員同埋2個監察人員負責有關嘅操縱。喺執行巡邏任務嘅時候，飛機會低距離飛行。機尖部分呢就設有視覺探測儀器同埋前置式嘅紅外線探測器。佢係設喺機尖底部嘅小艙裏邊，以便喺夜間或者惡劣天氣之下，利用氣溫感應探測裝置嚟到找尋敵蹤嘅。大西洋號主要嘅目標呢就係潛艇啦。探測嘅儀器包括前艙下邊嘅追蹤雷達，設喺玻璃纖維機尾嘅磁力探測器，設喺翼尖嘅鰭部嘅電子支援裝備，同埋4個主動、16個被動式嘅聲波浮標。大西洋號攜備咗78個聲波浮標，喺機艙前部嘅管道發射㗎。為咗令到個別嘅機員可以喺組別裏邊有效率咁工作，應付沉悶嘅長時間巡邏，或者面對突然嘅作戰場面，訓練係好重要㗎。從各種探測器取到嘅資料之後加以綜合，就可以知道敵人嘅存在，再加以跟蹤，就可以揾出佢嘅位置同埋身份啦。若果目標顯露敵意，大西洋號就可以利用佢7700磅精選彈藥對付佢。呢啲彈藥大多數裝載喺機艙底部嘅武器艙裏邊。佢最多可以攜帶8枚反潛艇水雷、12枚深水炸彈，亦都可以同時攜備以上2種武器㗎。大西洋號亦都會負責救援嘅工作，或者海上控制任務嘅。探測器喺呢一方面亦都幫上咗好大嘅忙，配合其他先進嘅儀器，探測裝置可以準確咁樣揾出目標所在。大西洋號另一樣重要嘅任務就係進行反艦隻攻擊行動啦。